给信这位我是南巴党跟着南巴，首先长期的配备主播南巴党，一年为甘蔗节也没南巴，前南边我看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俺呢康北年这空间同志把想法都接应。刚才于某本大同志从嘛摘起的嘞，俺的康北年城康跟同志吧，告诉我们。刚这个也么不打动吧？从嘛跟空上。俺呢，康平年出空跟多子吧，虽然那么下去。刚才这一么分中南吧、前南吧跟空上啊，俺是出跟龙城建多镇办宽中出演。主播那么小王郎主演，俺那康平年城论证吧林峰演。大家上午好，我是康巴卫视的主持人林峰。拍一件一么不打动吧？从嘛顾康上，俺呢康平年出空跟多子吧往前他们赢。电影展示比你们的了，俺从给上卡中的很早雄伟，先把哈中干雄，怎么是不点么一来？那是我那呢年冬年黑里康平年吃东，四川永州年吃没得龙城节，热热的鲜饼，血片鲜果，俺这点么干子是鲜血饼，人家中秋节出来的，聪明土色周边过呢，谁就弄住了？本次活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中共甘孜州委宣传部主办。康巴卫视、四川广播电视台民族频率、中共甘孜县委、甘孜县人民政府承办，是由四川香巴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共甘孜县委宣传部协办的。共甘宾达呢，甘月利用了，且东民中呢设备下驻场，感谢巴拉罗日，俺从你们的荣格派样组织些。走进藏区，深入藏区，我们将展示好各地优异的发展成绩和未来希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这样的这个一么分中南吧，啥都没东南家行啊，真干不脱来做呢。俺从干什么？干出人给，这是做出头就有比，就是往那边去那样，别人个做出的也没少，但这就有比。可那边讲啊，干这努力人个，也说了这个你来罗牛学习呢，你的这钱那什么叫这个心思过呢？但这就是我看见了，人个那些就是讲，力气讲弄把这个不知道了。是的，今天。康巴卫视第3季《欢乐大林卡》的艺人们也来到了我们的联欢现场，他们已经在我们美丽的甘孜待了1个多星期了，用他们的阳光，用他们的歌声，把在甘孜的美好带给更多的人。他们就在我们舞台的下方，欢迎各位，来，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感谢，欢迎各位。同时今天来到我们联欢现场呢，还有康巴卫视的战略合作伙伴蓝翼集团等，他们也通过我们的欢乐行活动加入到公益帮扶同行、助力高原发展的行列中来，欢迎大家。这个装从的啦，我知道，跟这搞毛木西拍一把嘛子，首先长期的拍拍，主播毛木西就那就甘蔗蓝造样比，俺这你他把那嘎子动，就上这边扎西忙得些。是的，今天来到我们联欢现场呢，甘孜县的领导有龙明阿珍。任兹、张斌、建国、李百岁、大个泽旺、步快阿布、宋家宪、胡强、黄勇、廖贤兵、升龙恩珠、泽仁雍金，欢迎各位领导的到来。欢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到我们今天联欢现场的四川广播电视台民族频率的领导，他们是皮特、安格、日科，欢迎两位。欢迎，还有我们康巴卫视的副总编一喜多吉，欢迎。感谢。主播呢吧，咱们的呢康比年吃康个，谢谢咱们的人吧，也是多吉老吉，谢谢不吉的。好，朋友们，接下来有请我们康巴卫视的副总编辑一喜多吉为本次活动致辞，有请。总有个书记间吧，总被农民阿珍老姐送些农局的。下面
有请中共甘孜县委副书记、甘孜县人民政府县长龙明阿珍上台致辞。尊敬的一西多杰老师、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金秋8月，清河飘香，在这春华秋实的美好时节，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庆典即将到来之际，四川广播电视台、康巴卫视《欢乐行》带着随州党委政府的关心，走进了甘孜县。在此，我谨代表中共甘孜县委、甘孜县人大常委会、甘孜县人民政府、政协甘孜县委员会和全县7万各处儿女，向欢乐行活动一行的各位领导和演职人员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甘孜县是康北旅游集散中心、康北商贸物流中心、康北民俗文化中心。这里是红色藏乡，留下了红军长征时的光辉足迹，谱写了朱德总司令和50疙瘩伙夫之间藏汉团结的动人篇章。这里是中国踢踏舞之乡，欢快豪爽、节奏鲜明的甘孜踢踏已成为康巴文化的重要代表。这里是中国藏区走马之乡，民间走马传说神秘迷离，走马活动历史久远，极具特色。这里是格萨尔十四火岭大寨的故地，国家4A级景区格萨尔王城已成为四川藏区火爆的旅游胜地，也已发展为全县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历届县委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甘孜县开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文化更加繁荣进步、民族更加团结和睦、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良好局面。新逢盛世，大有可为，我们将以更加昂扬的向上的姿态，更加奋勇争先的气魄，更加自强不息的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的征程中迈出更加铿锵的步伐。最后，预祝欢乐行走进甘孜文艺联欢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演职人员、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扎西德勒。的那兄弟四川永驻年车没里龙车节协查做度间吧日扩档康比年车节切记日咋的卡个的那兄弟四川永驻年车没里龙车节协查做度间吧日扩档康比年车节切记日咋的卡个主任想把多几年前甘孜中了年车的个节制档被路罗萨公署节月底所人年推荐联系是农机应变从面嘎斯农罗。好，朋友们，接下来有请我们四川广播电视台民族频率副总监日科康巴卫视专题文艺部主任向巴多杰向甘孜县捐赠文化产品。有请咱们中共甘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建国接受捐赠，有请。感谢侬把做甘孜培养日啦。
타싱 아르시 저위 거도 세야 농아 라예 제모로 니도 매진체소 갈증 비마 내게 쇼부들리 도말 내게 소야 루시 강중 밀람 사비 내게 소 부야이 세뉴이나 님도 다로나 도제나 상무 끼겨줘 사모님도 이도 지니소 가와마마 바베유텔라 샘상 강달가웨게 오소 타타딩 내게 라둘루레 자님도 유조 예예 주유 하
推荐切，多谢谢，那不上住啦，地最高难当。老师，等你我感来要么来啥？哦，要是说，来是，安尼就大家听东北，我去拍感觉了拍领动，热大大热，听不堂会议。真的多，真的多。你我那时候，听不堂会议啦，我那看嘞，杆子啥子宁节目，安尼克隆的、科瑞的，看起头来样多啦，安尼米仓么咯，我那看嘞，看得说嘞，甚至可不起，家住帮没记住，什么阿嘞，几股对子给我。天上的每一时刻，缘多情多情，对他的心愿的念，让给个码头，心中给要让多年，是当差多些，先跟你就让个别，对他多看你是要让你死了滚，让你的光送错儿卖给两连线。明显的学法让他从松从把棍感动吗？谁让连接？没人带我你越远，让你带我你落寞，感谢主也不爱也，让你随意听把音。没人带我你越远，让你带我你落寞，感谢主也不爱也。对他的心肯定能让给个码头，心中给要让多年是当差多些，先跟你就让个别，没人带我你也敢，让你带我你落寞，感谢主也不爱也，让你随意听把音。再见呢。谢谢。